Hello，大家好，我係 HP。咁今日喺 G 世代永恆裏邊同大家分享下我認為最值得 ST 化嘅10部機體。咁喺呢一個列表裏邊呢，係冇呢個先後強弱之分嘅，但係呢，我會嘗試用一個新手初期啦，以及中期同埋後期嘅呢個次序去講解。咁我哋事不宜遲，馬上嚟睇一睇。第一部機就係呢個 SR 嘅自由高達。咁想必大家對呢一部嘅機亦都係非常之熟悉㗎啦。佢係一個差唔多擁有住全地形式性嘅機體，所以喺大部分嘅關卡裏邊都可以用得到。然之後，我哋嚟睇一睇佢嘅武裝，有全力爆發模式，咁係一個 Power 3600嘅射擊線型 Map 炮嚟嘅。咁由於佢嘅彈量有足足3發咁多啦，所以大家喺攻略主要關卡嘅時候，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可靠嘅清場武裝嚟嘅。其後我哋有呢個全力爆發模式，呢個武裝嘅 power 係6000，以及係呢個 HP 越高，最高亦都可以提升另外10% 嘅 power。呢個武裝嘅 power 對於開發機嚟講係數一數二嘅高，並且佢嘅屬性係呢一個特殊傷害啦，所以係可以對水中嘅敵人作出有效嘅打擊，係彌補到自由高達冇辦法入水嘅呢一個唯一嘅缺點。基於呢部機非常之低成本啦，所以我哋係唔需要係去拆任何嘅設計圖裝，可以將佢突滿。並且就係如果大家一開始抽嘅時候有UR 嘅呢個支援機拉啦，亦都可以攞佢嚟駕駛呢一部嘅機，係可以達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輸出同埋一個清場嘅效果嘅。第二部嘅機體就係呢個全裝甲型 Double Zeta 高達啦。咁雖然呢部嘅機體放眼到而家環境底下呢，已經係冇乜特別出場嘅機會，但係作為玩家頭幾部可以攞到嘅 SSR 機體裏邊呢，佢嘅呢個地圖炮亦都係相當之好用嘅。咁佢嘅 power 係3840，係一個闊三格嘅長距離地圖炮。呢一個武裝咧，同自由高達嘅扇形 Map 炮咧，亦都唔一樣，所以喺唔同嘅情況下咧，就可以大家互相交替住嚟用。以及係佢亦都有一個5400 power 嘅齊射武裝。咁啊，雖然佢嘅武裝效果就唔係特別有用，同埋佢嘅 power 咧5400亦都算係中規中矩，唔算係特別出眾。但係咧，對於一個遊戲初期嘅新手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可靠嘅輸出。並且咧，如果大家有呢一個天鵝駕駛員咧，對佢嚟講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匹配嘅一個駕駛員嚟嘅。嚟到第三部機體就係呢個迷惘高達金色機天。咁佢呢一個機體最有特色嘅位置就係呢個災禍生態刀。咁係一個擁有住4200 power 嘅格鬥屬性嘅線形地圖炮。首先佢 power 已經比自由高達係高出一截啦。第二就係由於佢係食呢個格鬥屬性嘅緣故啦。格鬥嘅8值通常係比起食擊8值高出一截嘅，所以咧佢嘅呢個武裝可以造成嘅傷害咧，係比起其他擁有類似武裝嘅一啲地圖炮係更加之高輸出。所以如果大家喺 SP 化咗佢之後，佢對於清場嘅效果係有更加之高嘅保障。其後佢亦都有一個1至3格距離嘅3期改啦，佢嘅 power 就5160。唔算特別高啊，但係亦都係一個唔錯嘅輸出，同埋就係一個4格距離嘅，都係食格鬥屬性嘅一個武裝。咁所以對於一個格鬥機嚟講，有4格距離已經係非常之難得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呢一個 UR 攻擊型嘅真飛鳥，不妨可以考慮下 SSP 呢一部機。佢嘅1至4格距離係擁有住呢個爆擊損傷提升，咁啊搭配翻真飛鳥第2回合嘅必定爆擊咧，係可以令到佢無論係1至4格距離啦，甚至乎係佢嘅地圖炮都可以係暴力上再加暴力啊，咁啊係達到非常之高嘅呢個輸出嘅。跟住落嚟第4部機就係呢個 New 高達。New 高達係我目前講過第一部擁有住5距離呢個武裝嘅機體嚟嘅。咁佢呢個嘅翼狀感應炮係食角繩值 ，power 5160，算係傷害十分之高嘅技能嚟嘅。搭配翻佢5距離嘅優勢啦，係無論喺走位啦，同埋就係譬如話加呢一個射程之後，令到對方冇辦法反擊，作出一個嘅輸出，都係非常之好用嘅一個武裝嚟嘅。
然之後佢嘅單位能力亦都會見到對方發動雷射射擊攻擊嘅時候，可以係減傷40%，算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減傷嘅技能啦。咁而因為佢嘅標籤有呢個地球聯邦軍啦，所以有大量合適佢嘅駕駛。而喺一個 UC 嘅世界觀裏邊，亦都有好多覺醒值高嘅駕駛員係適合佢嘅。咁所以基於呢個原因，我都係認為佢十分之值得 SP 化。第五部機就係呢一個嘅惡魔高達，咁佢擁有住呢一個非常之好嘅地形適性啦，係可以上到太空，喺地面行到。最重要就係落到水。咁佢呢嘅武裝就有一個 DG 細胞啦，power 係4200，一個唔錯 power 嘅一個射擊技能，係一個圍繞住佢4格範圍嘅特殊武裝嚟嘅。咁佢係能夠直接衝去敵人嘅陣裏邊咧，直接放一個敗絕出嚟。然之後我哋會見到佢無論係呢一個魔鬼杖啦，power 係5400嘅格鬥武裝，同埋呢一個 GN 飛彈 power 係5500嘅射擊武裝，都係一啲輸出相對高嘅武裝嚟嘅。所以無論你俾一個射擊值高嘅人用啦，或者係一個格鬥值高嘅人用啦，都係可以作出相應嘅輸出。然之後我哋睇一睇佢嘅重點，就係佢嘅能力啦，就係佢 HP 條件75% 以上嘅 HP 嘅時候，自身攻擊力提升15%。咁呢一個就係點解大家會咁想將佢 SP 化原因啦。因為 SP 化之後呢，係會令到佢嘅白值嗰個嘅基本倍率呢係上升嘅，咁所以可以令到佢呢個攻擊力增加嘅 buff 係跌到更加之上。最後亦都有一個 HP 同埋 EN 回復嚇，咁亦都不無小補，咁可以令到佢可以維持住上述呢個 HP 嘅條件。然之後佢嘅呢個標籤亦都有堅牢啦，咁堅牢喺最近出咗 Seed Destiny 嘅好多機體之後，亦都係十分之方便大家去配對嘅。第六部巴巴托斯狼王式呢一部機體喺開發嘅時候係非常之高成本㗎，係需要用到3部嘅 SSR 機先可以合到出嚟。咁高成本亦都帶嚟咗一個非常之高嘅能力啦，就係佢無論係呢個攻擊力啦，同埋呢個爆擊嘅損傷咧，都有所提升嘅，仲要係無條件。頭先我哋見到惡魔高達咧係有限血量啦，但係佢呢一部機咧係冇任何限制嘅，係無條件咁加你嘅攻擊力啦，以及係呢個爆擊損傷嘅。所以呢一部機嘅輸出能力係十分之可觀。然後我哋嚟睇一睇佢嘅武裝，咁佢喺開超強勢之前呢，就淨係可以用呢一個1至2格距離嘅超大矛錘啦，同埋亦都可以用呢一個食覺醒值嘅2至4格距離嘅武裝去打人。但係呢，由於佢食覺醒值嘅緣故啦，所以就輸出就唔算話特別高。但係呢，只要俾佢開到呢個超強勢，就可以用呢個解除亞麗耶即限制器。超級高攻擊嘅一個武裝，power 係6000，都有自帶爆擊20%，並且就係爆擊損傷提升20%。而呢個位置有個重點就係佢有雙屬性，佢係一個特殊武裝，亦都係一個物理嘅武裝，所以佢係可以食到2種增傷嘅。通常呢，可以食到2種增傷嘅武裝就只有 EX 嘅技能，但係呢一個狼王啦，係可以食到2樣，所以令到佢嘅輸出咧係可以進一步咁提升。而如果大家有一個 UR 3日月咧，亦都可以透過開佢呢個爆擊提升嘅技能咧，達至一個95% 嘅爆擊率，令到佢係可以進行好多呢啲騙防嘅動作啦。冇嘅話，亦都可以採用呢個 SP 化嘅 SR 3日月啦。佢亦都有呢一個嘅 MP 上升，令到呢一個嘅狼王直接係可以開到超強勢咁去用到佢最高傷害嘅武裝嘅。嚟到第7部就係呢個潘尼洛普，咁佢係一個相對住遲登場嘅機體啦。咁喺佢嘅技能呢，我哋就可以見到有一個2至4格距離嘅浮游飛彈，係食呢個覺醒值，係一個特殊嘅武裝。power 係5280，算係一個非常之可觀嘅輸出。而佢喺變形之後呢，亦都會有一個3至5格距離食射擊值嘅呢個雷射武裝。咁係 power 係4920，並且係越遠 power 亦都會越提升。
所以咧，我哋係可以利用呢一個嘅五格距離啦，咁作出好多比較靈活嘅輸出。而我哋睇一睇佢嘅能力，佢亦都有呢一個嘅雷射防護罩啦，咁係可以令到敵方使用呢個物理或者係雷射射擊咧，都可以減傷30%嘅。咁呢一個係完全可以涵蓋到好多會受到嘅傷害啦，令到呢一部嘅機體係冇咁容易俾人擊破啦。而第三個能力咧，就係呢個攻擊力同埋機動力提升，所以超強勢之後，佢嘅呢個機動力係可以進一步咁去提升7%，所以大家係可以用佢嚟配合一啲，譬如話高反應值或者係開回避率技能嘅一啲機師啦。而呢一部機喺 SSP 化之後咧，亦都會多出一啲五距離嘅武裝啦，令到佢喺冇變形嘅情況下，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好嘅輸出啦，而同埋多咗一個嘅飛彈發射嘅 Map 炮，咁算係一個可以攞嚟玩娛樂性比較高嘅一個機體嚟。跟住嚟到第8部就係呢個突擊自由高達流星裝備。咁呢一部嘅機呢，基本上可以話係自由高達嘅升級版啊。咁我哋睇下佢嘅武裝，咁佢有一個2至5格射程嘅齊射武裝。咁自由高達只有3至4格距離，所以無論係呢一個最低射程啦，以及係最高射程呢，都有住呢一個非常之顯著嘅提升啦，少咗盲點，同埋就係呢個射程亦都有相當之嘅增加。而佢嘅 power 咧5760，好似跌咗少少，但係喺佢嘅武裝效果裏邊，越遠 power 越為提升，呢個係提升15%，所以反而係比呢個自由高達係更加之高嘅。如果喺最遠嘅距離情況下，而因為呢個距離嘅武裝效果咧係相對於呢個控制血量咧，可以話係比較容易觸發啦，所以咧反而係令到佢更加輕易咁去達至一個最高嘅輸出。然之後就係佢呢個 Map 炮，就係呢個嘅齊射 power 4200，同埋亦都有一個武裝效果，就係 MP 越高 power 越為提升，可以最高提升10%，所以令到佢嘅呢個損傷咧係更加進一步咁提升。何況咧就係佢係一個2×2嘅機體啦，所以佢呢個地圖炮可以掃到嘅範圍亦都係更加之廣嘅，比一個1×1嘅機體。咁唯一可惜嘅地方咧，就係佢嘅彈量啦，就只係得1炮，咁所以佢喺續航能力方面咧，反而就冇呢個自由高達咁強嘅。但係總體而言啦，佢嘅呢個攻擊力啦，以及係佢嘅範圍啦，然之後佢嘅能力值就冇乜特別啦，就有個最大 HP 提升啦，以及一個物力屬性減傷。由於佢係一個2×2機體啦，所以其實喺走位方面唔係真係咁方便嘅。但係遇上一啲譬如話永恆之路想卡位啊、卡防啊，或者係喺譬如話世代之塔想踩翻一個嘅 buff 區域，然之後盡量將自己嘅射程延長咧，都係一個十分之方便、十分之好用嘅呢個特色嚟嘅。而我亦都會考慮將佢 SSP 化嘅，因為喺 SSP 化之後，佢嘅彈藥量亦都會由1變成2啦。咁基本上已經係絕大部分情況夠用㗎啦。佢嘅 power 亦都有更加之提升，佢驚你呢個輸出唔夠，再加呢一個效果喺上邊，然之後亦都會多出一個令到自己嘅輸出更加為穩定嘅 SSP 武裝啦。所以呢部嘅機體無論喺呢一個地形適性啦，以及係佢嘅 Map 炮輸出，同埋佢對單一機體嘅輸出咧，都係一個十分之值得 SP 化嘅機體嚟嘅。跟住嚟到第9部高達 DX， 咁 DX 係唯一一部入選呢個列表嘅盾機嚟嘅。我哋可以見到佢係有真嘅全地形適性，你只要 SP 化咗呢一部機，就可以喺咩時候都可以攞佢出嚟用啦。而我哋可以見佢能力值啦，亦都非常之可觀，係有一個最大 HP 提升10%，以及係一個超強勢嘅時候，佢防禦力都會提升10%。而我哋睇下佢嘅武裝，佢武裝係5距離嘅情況下咧，呢個就需要超強勢嘅時候先可以使用。但係咧，作為一個盾機啦，佢主要嘅作用其實都係為咗幫其他人彈個傷害，所以你見到佢有盾牌防禦咧，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咁有陣時佢反擊唔到嘅情況下啦，選擇翻防禦反而係可以令到佢保存更加多嘅血量值，提升佢嘅彈道。
而不得不提咧，就係佢嘅標籤啦，有1GB 必殺啦，同埋黃牌機啦，亦都係對於一啲有抽限量嘅人嚟講，一個十分之好配嘅一個盾機嚟嘅。而如果大家考慮將佢 SSP 化之後，亦都會令到佢嘅移動力嚟到6，進一步咁去提升佢可以換防嘅範圍。最後一部機就係呢個新鮮滾熱辣出爐嘅 H2 雙炮型。咁我哋可以見到佢喺變咗形之後，亦都係識飛嘅，所以佢可以講係有呢一個除咗水係有全地形適性嘅機體。佢嘅攻擊力亦都係十分之高嘅。我哋可以睇下佢能力值 ，HP 75% 以上嘅時候，攻擊力提升15%，係同惡魔高達相同等級嘅 buff。咁但係佢嘅攻擊力當然就冇呢個惡魔高達咁高啦。佢最高嘅時候只係嚟到呢個12888，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嘅呢個8值嚟嘅。而睇一睇佢嘅武裝，佢嘅武裝咧，首先有一個2至4格距離嘅呢個雙管加農炮啦，power 係5280，咁算係一個唔錯高輸出嘅一個武裝啦。然之後佢亦都有一個近距離超絕德斯步槍，都唔算差。而佢嘅賣點就係一個位爾儀嘅技能啦，就係呢個雙頭雷射劍，可以直接飛去對面咁樣。佢嘅 power 係4320，咁但係通常呢啲位爾嘅技能咧，佢嘅輸出都唔係特別重要嘅。咁佢主要係攞嚟譬如話係一啲永恆之路啊，或者係一個世大啲塔嗰度去作出一啲突破嘅機體啦。咁雖然呢部機佢係冇呢個5距離嘅技能啦，但係咧佢喺呢一個位移嘅方面同埋個攻擊力方面咧係一個十分之出色嘅表現。而喺呢一度亦都不得不提佢嘅駕駛阿瑟姆明日野。咁佢擁有住一個十分之高嘅射擊8值啦。如果你 SP 化之後咧，亦都可以喺有一個契合度提升損傷10% 嘅情況下，開到一個3洞，係令佢呢個趕路嘅功能係更加之進一步咁去提升。所以咧總括而言，佢係有一個高攻擊、高輸出，亦都可以進行一個3洞嘅趕路型機體，所以係非常之睇好佢喺某啲嘅關卡裏邊係能夠達至一個單機突破嘅情況嘅。好啦，咁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嘅最值得 SP 化機體呢，就喺晒呢一度啦。如果大家有其他嘅諗法或者係介紹嘅話，不妨可以喺影片下邊留言。咁稍後我亦都會出一條關於 Top 10 SP 化駕駛員嘅影片，咁大家可以有所期待。今日嘅影片就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不妨可以喺影片下邊留個言，俾個 lik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